最後安全，同埋最後有帶男女朋友嚟嘅，老公老婆嘅，我話雙手雙。我哋嚟練習下先，有冇帶老婆老公嚟嘅？有冇帶男朋友女朋友嚟嘅？有冇帶自己 partner 嚟嘅？係啦，而家拖住對方嘅手先，拖住對方嘅手。嗱，我數3、2、1咧就 set，OK， 3、2、1，OK。